月费的问题，我们就是总共纳多少？你干嘛呢？你的真菌占了你。对啊，这个最大的一个。哎，明天去准备点军火。哦，知道了。爷，哎，你明天去搞点枪支去。哎，还是你跟他一块去，明天。好，行。这柴火怎么烧的跟放屁似的？好了。不对，刚才那声音好像是咱那边传过来的。